交接的地方。对，还好，这个月。哦，没有光。做的话就是要。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介绍而已，是的哈。Ragu o umas，还是呢？还是就是，所以大家都会发音嘛哈。好，来大声的念，对，然后你用力发音，它会从旁边发那个音，它是不发音，它是为什么 ？Honey， 师傅在旁边。那姐姐，第一个先问我，哎，因为。震动谁比较强烈？把那个什么绿色的笔关掉了，首先先受笔，
们编织，对，就是用柱嘛，方便种这样。然后爸爸他就是在这边，然后就是呈现这样子的动作，拿着。我们在做这个陷阱的时候，它不是直直的插上去，它是斜，所以它也是土骨的，那土骨，好吗？所以我是从这里面，这个词不只就一个词汇而已，不停。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人工嘛，你那时候就是心啊，我们在做一个例子，我刚讲的 L， 它是个人的，如果你有 L 的了。这个有点像老人家会后面才会说的话，意思就是说你在学习过程当中，抓到山猪了，你又都没抓到山猪的时候啊，你看拍零时是吧？你有拍零。你的音就4个音，对。你知道这个功能就是谈情说爱的，表达感情，还有呢就是跳舞。你有会转的话就可以。哆啦 A 梦。是啊，跟那边黄银子高，是了，为之为理。你这个，因为我在这个研究这个是，你怎么的？你这个概念，你要比你不龙海干路的，我在他妈的龙海打开，我在龙海就是以针对门口这样干这样的，干嘛读？该做的是干嘛读？啊，我们现在做这样的活动，然后年轻人去看一下啊，他们可能就是这样，对，可能没有情感上的一个连接。那这作为这样子，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设施也好，或者是一个协会想要帮忙我们年轻人去感受一下我们传统生活，这方面好像有一点难啊。我其实也没有在问问题，只是觉得说这是一个现象。刚那边都那么多的名称在里面。那么多的，俺的咖喱黑夜，那么多，他们龙等是怎么重复的？慢说还没那么老。Mapakingan tokan
kesahia yang digemutnya apa kingan tukan ulatkan kesaksian asyik sau sendama rodan diana dia bihina rodan bukan pingan rodan yang digemutnya。我要跟弟弟们讲的是，有这么好榜样在这里，因为我是那个嘛过来的嘛，我现在去外面读啊，你要学到的东西学不到，在外面，更何况你要在花莲找到这么好的一个，就是现场给你讲母语，然后跟你讲每个东西竹子怎么切啊，怎么放这样子，对，所以。你们以后如果有这种机会啊，不要去那个放弃，或者是不要去没落了。背着网袋的老人就是个网袋啊。 OK。